起。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举办的儿少节目五星奖评选活动，今年将迈入第21届。为了落实我的节目由我决定，媒观再度举办2021儿少评审培力营队，共有来自全国9个县市，共43位国中小与高中学生参加，来参与儿少节目五星奖中儿少评审团奖项的节目评选。因为去年非常好，我们今年就也扩大了招生，把名额呢增加了2倍，所以今年呢从这个宜兰一直到屏东，总共有9个县市哈。不辞辛劳的，因为其实以前是2天1夜，那今年因为疫情只能办1整天，还有父母亲都陪着来，搭车陪着来，所以我们有来自9个县市43位的，从国小到高中，那刚好性别也是一半一半，所以我们性别非常的平均。我们其实对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儿少有一些保留的名额，比如说声音障碍朋友，或者是原住民小朋友，或者是新住民的这个小朋友。那今年呢，这个有1位原住民的小朋友来报名，我们非常非常的开心。那希望明年有更多的不同的小朋友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那除了参加这个活动，能够让孩子们知道电视节目制作的一些辛苦的过程以外，我相信他们的意见也能够在将来给国内的电视台制播这一些青少年的节目或是儿童节目的时候，有更好的回馈。在营队主持人的带动下，来自全国各地的国中小与高中生热络的互动，先进行儿少节目宾果大作战，了解学员有看过哪些儿少节目。1日的营队课程中，媒观也安排讲师分享儿少节目制作的甘苦谈，让参与的学员收获满满。我觉得讲师讲得很好，就是关于儿少节目应该由儿少自己来做决定，因为儿童权利公约里面就有说，儿少应该要有知情权跟表意权。那我们透过我们的方式去决定我们想要看什么样的节目，是一个很棒的事情。而且就是像媒观他们开创这个先例，就是有培力儿少评审，那就让更多年龄层的孩子能够知道说，哦，原来我们能有这个权利，甚至是我们可以为自己的权利发声这样。媒观多年来持续举办儿少节目五星奖评选，近年来也观察到儿少节目制作大环境的辛苦与挑战，但媒观表示将持续扮演推手与平台的角色，透过儿少评审培力营队的举办，让儿少观点有发声的机会。而这次营队能够顺利举办，媒观也特别感谢中嘉宽屏庆联港都赞助支持这次的活动。我其实真的也非常感谢，就中嘉集团他们愿意在花一些力气在支持我们培力这一些这个小学生跟青少年的这个上面，能够真正让我们的小朋友青少年知道制播过程的时候，愿意把眼球再放回来我们的电视节目，那这样就可以直接从乐听众的这个角度直接鼓励很好的节目。媒观指出，透过年度儿少节目五星奖评选与儿少评审培力营队的举办，将持续扩大儿少朋友的参与，同时也让节目制播单位能了解儿少的想法与关注的话题，鼓励制作出更多优质的儿少节目。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